秀秀啊，你莫过来叫啊，我不要来叫嘛无效啦。迄外口哦，拢是我的人，迄内面除了你甲我以外，就剩一个死人啊，无人会当救你啦。甲我真正哦。阿哥，阿哥，叫嘛无效啦，来真正。对啊，志愿啊，志勇啊，你来救我啊！你来了一个，来啊！小朋友啊，你哪过去啊？迄唔是你阿公啊？是，你是我老公，我老公伊挖去了，我。唔是啦，你家己看嘛，你阿公做一个叫做强死啊咧，啊！是，我老公是强死啊！阿公，你挖起来是不是？阿公，你挖起来啊！阿公，我是秀秀，你上个天上个爱的秀秀。阿公。嘿，到时是先挖起来，好，我爱徛一条，挖起来。哎对，我挖你的头啦，哈！话讲得清楚，是因阿公挖起来啊。我讲清楚，阿兄讲唔对呀。你有看到无？这吼就是表示讲公良性正法律无边的。你看，伊喺上京啊，念念，你看，迄死人都挖起来，看到？对，安哥，阿妹，伊死啊！哦，这简单啦，等下吼，咱就请公良性正搁上一个警察，保准伊挖起来。对啦。你搞了卡层啦！嘿，想袂到我讲亮哦，啊，我都行妖伏魔。但是啊，我嘛是对家己的聪明才智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太厉害了啊！好啊，你这大佬免烦恼啊！这强势哦，因为我甲制好啦，来，鼓掌去。啊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初你无相信我的法律是？我是唔相信啦，我是淡薄仔怀疑尔。对啊，我打我你的头啦！你若是唔相信咯，你别家去看。咁是这，买好啊，我会惊。免惊啦，去看啦。你有看到无？有看到啊啦！你看，我公良先生讲偌厉害就是偌厉害啦。你看，人家强手都拢互治好，有看到？咱卖拍跑啊，咱来看一下，偶像，偶像。没有啊，你没爱对待我老公。没有，我娘啊，你千万唔通甲付出摕落来啊！你放手啦！你安尼对待我老公，我敢讲讲。姑娘啊，一定是恁阿公啊啦，一定变做强势啊啦。但是我伊变成强势，伊嘛是我阿公啊，我不准你哪对待伊。哎呦，小姑娘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若讲这变做强势了，已经无人性咧。你即马甲付出摕落来吼，一定甲你伤害。哎，你袂记，伊当个是要甲你教呢？哈！对啦。我不相信我老公也害我，我一定要救我老公。你搞不搞？你搞不？哎，唔当啦，哎，唔当啦，唔当啦，唔当救啦！生气呀！好啊，你赶紧来啊！迄外口有一个大尾吼，我要走我就走，过去哦，我就要改变吼。哎，你夹，你夹，你想要到这武术这么厉害呢？啊，你是摆代志大条啊你！我听，哎呀，你去边啊？哎，互你这个光亮飞弹。
看我必争滚蛋！一个混蛋，一个滚蛋，安尼我加一个王八蛋、臭鸡蛋、臭鸭蛋，佮加一个混蛋，都做好去啦！嘿嘿，安哥，这下知影我副最厉害啊吼！我甲你啃掉。歹势，副主用完啦。用完啦！大姐，你说什么？这摆遮多人吼，我应该无遐衰，互伊吹着啦吼。我真正有够衰啦！保卫啦！我先别在这，因为你是烧酒精啊！什么烧酒？我是好鸡呢。整个火气，就是的，还有火气。这空气就这个。不管呀，哎对，现在不管，这边呀，这边，我来我好吃。来啦！好啦，搁这来啊！我只有牺牲我家己啊！你拢要起来？好，什么的？强势阿公，好来啊！哎，怎么不给我存东西嘞？哎，喂，我来吃。奇怪嘞，是哪呢？来落去两撮拢无甲我教。我知啦，一定是吼，我种牺牲小我哈，安尼照顾大家种精神哦，所来感动，所以伊不忍心来教我。是讲无可能的，迄强势吼是无人性的呢，伊太可能。哦，我知啊啦，迄一定是吼，我两摆吼，拢安尼禁开窗咧等伊哦。哎，无闻到我咧喘气，无闻到这人的气味。我知啊，我知啊，伊只要无闻到吼，迄人的气味，伊就找袂到阮，伊看袂到嘛。安尼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过来啊！喂。买啦，仲要乜嘢？啊喂！救命！哎呦，我咧家在，师弟啊，我家在恁来啦，啊无恁孙兄我吼，就过身兼断开啊啦。
孙啊，你受惊了？你们赶快把他拿火给烧了！我应该，我拜托你莫伤我哥，我拜托你。小姑娘啊，这个已经不是恁阿公了。回心我会替恁阿公加念一寡经，互伊前往西方极乐世界。孙阿公唔赶紧甲火化者，伊若变成僵尸，迄就歹咯。到孙阿公碰着日头，魂飞魄散，安尼你敢会放心？放开小姐，秀秀，来了，卖骂啦，好啦，卖伤心啦，好，